艰苦啊，这叫做爱变苦。哦，所以前下主动的时阵，要离开的时阵是主艰苦，所以咱才讲一句讲叫做真假爱舍。哦，迄咱先讲一个假共款，迄个假就是讲较早咱做犯罪人哦，啊挂伫这身躯袂当顶当。所以这个真诶，互咱看哪会当顶当，啊当然离开的时候，伊也是袂当顶当哦，迄也就是换来一个苦。啊，所以呢，咱我相信咱每一个人拢有几个感情，若无感情，咱有对，但是迄个情到底是要安怎去甲下落去？这个爬山索道其实是变袂偌济，咱若即种做